眼藥水就用得多啦，除咗可以滋潤雙眼，原來仲可以改善近視、遠視同埋其他眼科疾病。木精眼藥水由純天然中藥製造，薈萃5000年中醫精水，選用珍貴人參、牛黃、紅花等成分，改善眼底血液循環，明目退翳，天然有效，係市場唯一獲得香港政府衛生署中成藥註冊嘅眼藥水，更加入選中國一帶一路國禮品牌喺全球推廣。每日3次，每次2滴，每次相隔1分鐘等眼部吸收。14歲以下兒童正確使用1個月內可以明顯減少近視度數。經過多年臨床證明，中老年人嘅白內障、飛蚊症、乾眼症都有顯著治療效果。注意，青光眼同埋視網膜脫落不能使用。男女老幼都適用，屋企有老有少嘅不妨買返支喺屋企隨時備用，快啲嚟試下啦！香港中成藥註冊編號為HKC12333。